我自己加點橄欖油啊，喂咁樣中小火啊，呢個 plum 啊煲煉啊咁樣咧啊中間咁樣開一半咁樣轉，咁樣扭咧就出來啦咁樣，拿把刀咁樣轉個圈啊，咁樣搣咧咁就會出來噶啦，咧煲煉佢放落去啦，煎1-2分鐘，它脆焦糖化就 OK 啦，然後咧喂買大顆一點的，係啊，呢個有點細啊。做出來咧沒有那麼好看，這個我通常早餐啊、夜餐露營去做，超正看又簡單。喂，拿出來很外國這些營裏那些朋友啊，喂，見唔見到？喂，看唔看得到咁樣微微焦焦咧？關火靚啊！它拿起來，做個正醬，一點這個希臘 yogurt，靚嘅橄欖油啊，有一點這個臭芝士，正，加一點檸檬汁更正，冇都冇所謂啊！這個醬咧撈勻就極正啦，攞個靚碟我放幾塊上去啊！喂，每個中間放一撇嗰個醬，正啊！最好成更靚加定檸檬皮，你們自己看靚到咁米豬鏈啊！你睇下，我加塊雙重啊！咖啡廳買1000塊。